活养生的观念。在台湾，很多人很重视健康，也有各种不同的养生方法，像是太极拳、食疗、泡温泉和按摩，都是常见的做法。这些传统的养生方法和西方的乐活 （low health） 观念很像，都是为了让身体更健康。台湾人相信，如果身体里的气顺畅，就会比较健康。太极拳是一种帮助气在身体里流动的运动。到了冬天，为了让身体气血顺畅，很多人会吃一些让身体暖和起来的食物，像是姜母鸭、羊肉炉、烧酒鸡和麻油鸡，这些都属于食疗。另外，因为受到日本的影响，很多台湾人也喜欢泡温泉。泡温泉可以让人身心放松，对皮肤和身体的新陈代谢也有帮助。所以冬天的时候，很多人会去泡温泉。除了运动和食疗，按摩也是一种养生的方法。中国按摩历史超过600年，按摩可以帮助身体放松，也可以舒缓压力。因为现在很多人生活忙碌，压力大，台湾的按摩店和养生馆越来越多。总结来说，要有健康的身体和快乐的心情，除了吃得健康，常常运动，也要学会释放压力和保持好心情，这样才能真正做到乐活养生。